各位街坊，你哋平時去街市買海鮮，係咪見到啲魚又肥又大，啲蝦又生猛又紅潤，就覺得好正好新鮮？如果你係咁諗嘅話，你就真係太天真啦。我喺呢個養殖行業捐窿捐罅，做咗超過30年，見證住呢個行業由以前嘅清甜鮮美變成而家嘅化學實驗室。今時今日，想食到一條正正常常冇落藥嘅魚，分分鐘難過你買中6合彩。今日我唔驚得罪同行，一定要企出嚟踢爆呢個行業入面最黑暗嘅秘密。我會逐一話俾你聽，有5種海鮮係我哋行內人絕對唔會俾屋企人食嘅，因為佢哋幾乎全部都係用藥物谷大害。如果你仲想保住自己同屋企人個肝個腎，呢篇稿你一定要由頭到尾聽清楚，分分鐘救你一命。我哋先講第一種，亦都係最常見最毒嘅，就係嗰啲睇落肉質雪白油脂豐富嘅多寶魚。你知唔知多寶魚點解叫藥罐子？喺我哋行內，多寶魚係最難養嘅魚之一，因為佢哋係底棲魚類，中意伏喺水底，對水質要求極高。但係為咗賺錢，好多養殖戶會將成千上萬條多寶魚塞入一個細細嘅池入面。你想下，啲魚擠埋一堆，排泄物又多，水質好快就會變差，魚就會生病、爛肉、生蟲，咁點算呢？為咗唔好蝕本，最簡單直接嘅方法就係落藥。由2006年開始，多寶魚已經多次被驗出含有孔雀石、氯、硝基、呋喃呢啲強烈致癌物質。雖然政府話禁，但係下面啲養殖戶為咗保住啲魚唔死，依然會偷偷地加。孔雀石氯係一種工業染料，殺菌力極強，但係喺人體入面極難代謝，會直接損害肝臟。你以為你食緊名貴海鮮，其實你係食緊濃縮版嘅化學藥水。如果你見到條多寶魚隻眼白蒙蒙，或者身上有陣怪味，就算幾平都千祈唔好買。講完多寶魚，第二種我要踢爆嘅就係大家去飲成日食嘅大蝦，尤其係嗰啲急凍嘅虎蝦或者所謂嘅養殖大蝦。好多人中意食蝦，覺得佢夠晒鮮甜，但你有冇發現而家街市啲蝦特別生猛，離咗水半日都仲識跳？其實呢啲蝦好大機會係加咗興奮劑，為咗令啲蝦喺運輸過程入面唔死，保持賣相。有啲黑心商販會喺水入面加氨基乙酸，或者更恐怖嘅甲醛，即係我哋俗稱嘅福爾馬林。喺養殖場入面，為咗令啲蝦快啲大，養殖戶會喺飼料入面加入大量嘅抗生素同埋激素。啲蝦喺高密度嘅池塘入面，好容易交叉感染。我親眼見過，有啲養殖場每日早晚都要向池入面灑藥粉，嗰種藥味大到連行過都會覺得頭暈。呢啲蝦食入肚，啲抗生素殘留就會進入你身體，長遠嚟講會令你產生抗藥性。第時你真係病咗，要食藥嘅時候，啲藥可能都唔起作用。所以如果你見到啲蝦嘅殼特變硬，或者陣味怪怪地，甚至煮完之後肉質霉爛，咁就一定要小心。第三種要提防嘅係，好多老人家覺得好補嘅黃花魚。以前嘅野生黃花魚係極品，但而家市面上99%都係養殖嘅。養殖黃花魚最嚴重嘅問題唔止係落藥，仲有染色。黃花魚之所以叫黃花魚，係因為佢個肚係金黃色嘅，但係養殖嘅黃花魚因為見唔到陽光，加上飼料問題，個肚通常係白色或者淡黃色。為咗賣個好價錢，有啲養殖戶或者批發商會用化學染料幫啲魚化妝。佢哋會將魚浸喺檸檬、黃或者其他工業色素入面，令到條魚全身金燦燦。你買返去洗嗰陣，如果發現啲水變咗黃色，或者用紙巾一抹就甩色，咁就肯定係假貨。呢啲工業染料對細路仔嘅智力發展同大人嘅造血功能都有好大影響。而且為咗令黃花魚喺短時間內變肥，養殖戶會餵大量含激素嘅飼料，令到啲魚3-4個月就大到好似人哋養1年咁。咁樣谷出嚟嘅魚肉質鬆散，完全冇魚味，剩返嘅只有化學物質。第四種，我諗好多人都意想不到，就係鱔，即係白鱔或者黃鱔。我做咗咁多年，見過最恐怖嘅就係養鱔場。鱔係一種食腐肉嘅魚類，生命力雖然強，但係佢哋嘅身體結構
好容易吸收水入面嘅重金屬。為咗令鱔長得快，唔生病，有啲養殖戶會用避孕藥。你冇聽錯，真係避孕藥。因為避孕藥可以改變魚類嘅內分泌，令佢哋淨係識得長肉，唔識得發育生殖器官，咁樣啲肉就會長得特別快、特別厚。除咗避孕藥，仲有大量嘅重金屬超標問題。鱔中意窿罅位，好多養殖場嘅環境非常惡劣，重金屬好似鉛、汞、鎘呢啲都會積聚喺鱔嘅脂肪入面。你食一條鱔就好似食咗成個週期嘅化學垃圾落肚。如果你發現條鱔大得唔自然，或者條頸位特別粗，咁就要提高警覺。我哋行內人如果想食鱔，一定只會食喺乾淨河流釣返嚟嘅野生鱔，絕對唔會食嗰啲肥到好似豬咁嘅養殖鱔。最後一種，亦都係最令我痛心嘅，就係而家好流行嘅養殖三文魚，或者叫紅鱒魚。好多人以為食三文魚好健康，有奧米加3脂肪酸。但你知唔知你食緊嘅係人工合成魚？真正嘅深海三文魚肉色係自然嘅橙紅色，係因為佢哋食蝦蟹。但係養殖場嘅三文魚因為冇得食天然食物，肉色其實係灰白色嘅。為咗令佢哋變到好似深海三文魚咁紅，養殖戶會喺飼料入面添加化學色素角黃素。你喺超市見到嗰啲紅到發紫嘅三文魚，其實係根據客戶要求染出嚟嘅。佢哋有一張色卡。你想要幾號紅，佢哋就加幾多藥，加上養殖環境擁擠，魚虱問題嚴重，養殖戶要噴大量嘅殺蟲劑入水，呢啲殺蟲劑殘留喺魚皮同脂肪入面，人食咗之後，對神經系統嘅損害係永久性嘅。各位街坊，我今日講咁多，唔係想嚇到你哋以後唔敢食海鮮，而係想教大家點樣聰明咁食，健康咁食。呢個世界一分錢一分貨。如果你見到啲海鮮平到唔合理，或者大到唔自然，就要多個心眼。去街市買係記得一睇、二聞、三摸，睇下隻眼清唔清晰，聞下有冇化學味，摸下肉質係咪有彈性。如果你係銀髮族或者家入面有細路仔，我建議大家盡量買啲細條啲嘅本地漁民捕捉嘅野海魚，雖然貴啲，但係起碼食得安心。我哋呢一代人經歷過物資匱乏，所以而家有得食就想食好啲，食大隻啲，但往往忽視咗健康。記住，飲食要清淡，食得健康先係真正嘅養生。唔好為咗一時嘅口腹之欲而賠上自己嘅健康。我喺呢行做咗咁多年，見過太多因為食錯嘢而生病嘅例子。如果你覺得我今日分享嘅資訊對你有幫助，記得要分享俾你身邊嘅親戚朋友。尤其係屋企負責買我位，大家一齊建立一個正確嘅飲食觀念，唔好再俾呢啲黑心海鮮傷害我哋嘅身體。最後我想講，其實養殖行業入面都有好多有良心嘅人，佢哋堅持用天然方法，用低密度養殖，雖然成本高，但係產出嘅海鮮係真正安全嘅。我哋作為消費者要學識分辨，支持嗰啲良心農戶，咁樣呢個行業先會有改變嘅一日。多謝大家聽我呢個老江湖講咁多廢話，希望大家由今日開始喺街市買蟹嘅時候可以更加精明，食得開心又放心，身體健康先係最大嘅財富。我哋下次再傾。頭先講到嗰5種海鮮，大家係咪覺得好震撼？其實除咗嗰5種之外，成個海鮮市場仲有好多你意想不到嘅潛規則。我再深入少少同大家講下。點解呢啲藥物問題會咁普遍？其實呢個係一個惡性循環，因為大家追求平、靚、正，養殖戶為咗生存，不得不增加產量。當一個魚池原本只能夠養1000條魚，但你硬係要塞入3000條嘅時候，啲魚一定會出事，出事就要落藥，落咗藥啲魚就唔識死，甚至生長速度加快，咁養殖戶就賺得更多。你可能會問，政府唔係有檢測咩？係。政府係有檢測，但係檢測係抽樣嘅，每日幾十萬噸海鮮流入市場，點樣可以每一條都驗？而且化學科技進步得好快，好多新出嘅藥物，現有嘅檢測手段未必驗得到，所以最後嗰道防線始終都係喺我哋消費者自己身上。講返啲養生心得，我呢個老漁民有個習慣，就係不時不食，不鮮不食。所謂不鮮，唔係指條魚識跳就叫鮮，而係指佢嘅來源要清白。
我平時去買魚，我會專選嗰啲個樣雖然唔係特別靚，甚至有啲缺陷嘅魚，因為呢啲魚反而更有機會係天然生長嘅。天然嘅嘢係唔會每一件都長得一模一樣，好似倒模咁嘅。仲有啊，如果你真係好中意食海鮮，可以考慮下多食啲貝殼類或者細隻嘅海魚，因為呢類海鮮嘅生長周期短，體內積聚毒素嘅時間亦都相對較短。相反，嗰啲大隻嘅生長咗幾年嘅老魚，體內嘅重金屬含量通常都比較高。對於銀髮族嚟講，蛋白質嘅吸收好重要。但係如果你吸收埋一大堆化學殘留，咁就得不償失。我建議大家可以多選擇本地魚排養殖嘅海鮮，或者係一啲有認證嘅有機魚。雖然價錢可能貴3成到5成，但係如果你將呢啲錢當成係健康投資，你就會覺得好值得。你諗下，睇一次醫生要幾多錢？食一餐毒海鮮對身體嘅傷害可能要用幾個月甚至幾年嚟修復。喺呢個資訊爆炸嘅年代，我哋更加要學識點樣去篩選資訊。好多所謂嘅營養知識背後其實都係商業推廣。我今日企出嚟踢爆，係因為我真係睇唔過眼。我喺呢行賺夠啦，我唔想我嘅後輩係食住藥物大嘅。我希望每一位聽完我分享嘅朋友都可以重新檢視自己嘅購物車，去買嘅時候多啲同魚檔老闆傾偈，問下啲魚邊度嚟嘅睇下佢哋嘅反應。真正有信心嘅老闆係唔怕你問嘅。如果佢閃閃縮縮或者講啲唔清唔楚嘅地方名，咁你就心領神會啦。仲有，唔好迷信嗰啲生猛嘅假象。有啲魚雖然仲識游，但其實已經係強弩之末，靠藥水吊住命。如果你發現條魚放落袋之後好快就死咗，而且死狀好怪，例如全身僵硬或者顏色突然變暗，咁就真係要小心。最後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簡單嘅排毒方法。如果你真係唔小心食咗啲質素一般嘅海鮮，反倒去記得多飲水，食多啲綠色蔬菜，尤其是係西蘭花同西芹，呢啲食物可以幫助肝臟排毒。當然，最好嘅方法依然係源頭把關。我呢篇稿寫到呢度，已經將我呢30幾年嘅心血同見聞都傾囊相授。我希望呢啲資訊可以變成你哋嘅廚房智慧，等大家喺享受美食嘅同時，亦都能夠保護好自己同家人嘅健康。記住，食得清淡啲，食得自然啲，呢個先至係長壽嘅秘訣。我再補充少少關於買蝦嘅細節，因為蝦真係好多人嘅心頭好。平時大家去街市見到啲蝦浸喺水入面，水面有好多泡泡，老闆話係氧氣足。其實你有冇諗過，點解正常嘅氧氣泵會出咁多細物而且唔散嘅泡？有啲黑心相反會喺水入面加清潔劑或者其他化學嘢，目嘅係增加水嘅溶氧量，令啲蝦死得慢啲。所以如果你見到水面啲泡耐耐都唔散，而且浸水有浸淡淡嘅漂白水味，咁你就要醒覺啦。再講講嗰啲急凍海鮮，好多人覺得急凍海鮮平，而且好似好乾淨，但其實急凍過程入面，為咗令海鮮保持重量同埋賣相，有啲廠會用一種叫多磷酸鹽嘅化學物質。呢種物質會令海鮮吸水，令原本半斤重嘅蝦變成8兩重。雖然少量食用對人體冇即時危險，但長遠嚟講會影響身體對鈣質嘅吸收，對老人家嘅骨骼健康非常不利。所以我成日話食得健康其實係一種生活態度，唔好怕麻煩，唔好貪便宜。去街市買係其實係一種學問，亦都係對屋企人嘅一份愛心。如果你肯花時間去了解食物嘅來源，你就會發現原來生活可以變得好簡單、好純粹。呢篇口播稿寫到呢度，字數雖然多，但每一句都係我嘅肺腑之言。我唔求呢段稿會爆紅，我只求睇到嘅人可以多一份警覺。喺呢個物欲橫流嘅社會，健康係唯一屬於你自己，冇人攞得走嘅財產。我哋再複習一次今日講嘅重點：多寶魚要避開，大蝦要防抗生素，黃花魚要防染色，鱔要防避孕藥同重金屬，養殖三文魚要防色素同殺蟲劑。只要避開呢5大陷阱，你嘅海鮮大餐就已經安全咗一半，剩低嗰一半就靠你自己去發掘嗰啲真正優質天然嘅食材。各位街坊，健康你要知，養生唔好中伏。
食物真相雖然有時好殘酷，但只有知道真相，我哋先有選擇嘅權利。希望大家由今日開始，每一餐都食得健康，每一日都活得精彩。我係嗰個講真話嘅養殖戶，多謝大家嘅支持。其實我仲想講講關於魚類飼料嘅問題。而家好多養殖場用嘅飼料，其實係用大量嘅劣質魚粉、大豆粉，再加上各種化學添加劑混合而成嘅。呢啲飼料本身就缺乏魚類生長所需嘅天然維他命同微量元素，所以養殖戶一定要加藥。唔加藥，啲魚就根本長唔大，或者生到畸形咁樣。當你食緊呢啲魚嘅時候，你其實係食緊呢啲劣質飼料嘅二級轉化產物。呢種營養價值同野海魚相比，簡直係天壤之別。點解以前啲人食魚會覺得變聰明？係因為野海魚有豐富嘅 DHA 同 EPA， 但而家啲養殖魚脂肪含量雖然高，但入面大部分都係劣質嘅飽和脂肪酸。食得多反而會增加心血管疾病嘅風險，尤其是係對於想長壽、想養生嘅銀髮族嚟講，更要學識點樣揀。唔好聽啲廣告講到幾好聽，最緊要係睇條魚本身嘅生命力。去到魚檔唔好急住買，企喺度睇幾分鐘，睇下啲魚游得自唔自然，睇下魚鱗係咪完整、有光澤。天然嘅魚鱗係緊貼魚身嘅，唔會輕易甩落嚟。仲有啊，買魚返屋企處理嗰陣都要留神。如果你切開條魚，發現入面啲內臟腥臭得好犀利，或者肝臟顏色發黑、發綠，咁條魚10成9係病魚，或者係食咗好多藥嘅。遇到咁嘅情況，寧願唔食，唔好覺得嘥錢。我喺呢行浸咗咁多年，真係見到好多後生仔女買海鮮，淨係睇樣，佢哋覺得只要包裝得靚、洗得乾淨就得。其實呢啲先係最危險嘅。我想同各位後生仔女講，返去多啲請教屋企嘅老人家，佢哋喺街市戰鬥咗幾十年，嗰種睇魚嘅眼光係任何 AI 都模仿唔到嘅智慧。我今日分享呢啲資訊，係希望可以拋磚引玉，等更多嘅知情人士企出嚟，共同揭露呢啲行業亂象。只有當大家都有咗自覺，嗰啲黑心養殖戶先至冇生存空間。再同大家分享一個小貼士，如果你真係想食健康嘅海鮮，可以多啲留意一啲由漁護署推廣嘅優質養殖場計劃產品。雖然呢類產品喺市面上比例仲係比較少，但起碼佢哋有嚴格嘅監管同定期嘅抽檢，食落肚都叫做有個保障。好啦，講咗咁耐，我諗大家都聽得差唔多啦。呢篇稿入面提到嘅每一點，都係我用幾十年嘅經驗換返嚟嘅真相。我希望大家唔好聽完就算，要真正落實到生活入面。下次去馬下，記住我講嘅嗰5種魚，一定要睇清楚、問清楚、諗清楚。如果你覺得呢啲資訊救到你，就係對我最大嘅惠抱。我唔係咩專家，我只係一個想大家食得安心嘅老農夫。最後，再次祝大家身體健康，龍精虎猛。記住，食得健康，生活先會更有智慧。我哋下次有機再見，繼續踢爆更多你唔知嘅飲食真相。再見。